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大会于9月12日在日内瓦开幕。9月19日起，由世委会率领的一批代表在联合国大楼前开始了名为种族灭绝展览的图片展。9月20日，来自比利时、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和瑞士多个城市的数百人参加了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起的抗议示威活动。在美国纽约参加第77届联合国大会的土耳其外长恰乌什欧卢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年度协调会议上发表讲话。恰乌什欧卢指出，伊斯兰会议组织作为第2大国际组织，是反对针对穆斯林的不公正行为的共同声音。他说，我们想再次表示声援维吾尔人、罗兴亚穆斯林、克什米尔兄弟以及在世界各地面临着不公正的穆斯林社区。恰乌什欧卢补充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的最新报告清楚地解释了中国在维吾尔自治区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并为国际社会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委员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社交媒体上就他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会晤发表声明，我已经呼吁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来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强调，要加强对未来军队改革的规划，同时指示军队将重点放在战备上。习近平表示，10年来，中国能够解决国防和军队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问题。荷兰首相马克·鲁特在会议就俄乌战争发表讲话时说，这是我们的战争，我并不是说我们在字面意义上与俄罗斯交战，但我们必须用所有资源帮助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另一方面，芬兰报告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部分动员后，其东部边境的交通加剧。本周四，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薄振华受贿、徇私枉法一案，判决称2005年至2021年，薄振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司法部部长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本人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17亿余元。